乡亲朋友，大家好，下晝3:36，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我係劉慧君哈，今日係8月和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啦，嚟同大家講下來關心到呢個空氣嘅話題咧吼，講到呢個有關信仰期待啊，講背農期嘅個問題，係現代人接會讀到嘅吼，將嚟統計啊，有80%嘅人是有個人講呢個講啊背農會期嘅個問題啊，吼，有啲人咧吼，係想辦法切到無法度行路哦。那像安尼嘅情形哦，有啲人是咪哪怕喐過啦，歇困下時候咧，唔過呢鄉親朋友很甘地啊，你都按到嘅，你都上陽期嘅年紀啊，係用選擇措施嘅嗬，用選擇預防，用選擇治療咯，誒基本嘢都現場都可以哦，為大家來邀請到骨科醫師嗬，彭永忠彭醫師啊來大家來講到安樣嘅種問題來彭醫師嗬。非常好全國咧觀眾大家好，係彭永忠醫師，係苗林園講到啊，基本嘢來提到嘅也都身體人講，現代人當當然唔會有嘅問題哦。大家都會知道講，捱係講接送做一個講開創嘅東西啊，一講做一個講做廚師啊，對個人，還會有人講一個頭先係提到樣貴生用信仰通嘅一種問題。唔過講真實咧，現代人佢都就係明明就按用當日操人啊、打電腦啊、操辦工作嘅人哦，佢都咩要當當然要按用嘅一種問題啦，所以再講大家嚟講到，再講形成一條問題嘅原因有呢條嘅咯。台灣人當然要拿重嘅東西啦，開重一條當然較會有個適度，但是呢台灣人休息的嘅喺適度以後，他們就要休息，所以就較唔會講，較好嘅就好嘅，而家人呢吃到要冇幾重嘅東西但是呢太久，佢休息嘅時間太久，就比如講暗晡頭要冇水膜，嗰一下天時要看得特別多，嗰個要數據啦，電腦呀度，坐到冇吃到當天。係，叫落去壓力太大，所以有個速度嘅壓力就較大，所以就會有安樣嘅問題。所以人有個通呢電腦也從也唔係講做從事嘅人較多。電腦完全按用操能做其實唔天同嘅人佢會有一方面嘅一種問題嘅，好古所講一個。枕頭啦，都頭高嗱一下來比，頭高黑度啊，一下黑度。頭擺因為醫學唔係醫發達啦，所以有啲人可能切個適度嘅就適度嘅嘛嘅頭擺因為切清差啦，用亂啦，適的就休息就好嘅但係而家可能醫學較發達啦，有啲人不平係做醫院嘅所以看起來好。醫廠一下人較多，一下人會知道嘅較多嘅樣嘅啦，就講一下醫學發達，你可能咩較啲講較了解講，有呢條嘅問題，有呢條嘅症頭出來所以一下較啲講有一條嘅問題，都條歌可能較唔啲啦，唔講係上也都係都冇樣嘅時代啊，或者冇樣嘅人講也文明片嘅講到也會也做愛另外一種嘅也人話題嘅所以你講一個規界嘅也量過來講係講會有一個背農期待也係腰骨會痛一條問題，可能就係有一種嘅人講係退化嘅問題。一講到退化嘅時節，就會知道講係顏色有嘅爭有退化嘅問題唔過咧衝人也係後生人咩一定到呢？對，原則上就講退化應該用嘅久就唔會啦，像頭班人當然所謂老嘅人較唔會啦，當然練武功嘅人也唔會啦，練武功嘅一樣都包含有一個運動嘅人嘅話咧，一用譬如講頭班復興西教嘅學生佢19歲佢訓練乜動作？19歲天天訓練就長日按到嘅訓練，一下做樣嘅，一下雖然講一下年初冇按通冇天通，除非練武功啦，冇得運動員啦，但是一下年就操長久，冇天通，伊啲姿勢長久，哎人也唔會。
安尼也會退化。嗰時候也係有聽彭醫師安用來講到嘅時間，就提講操長久嚇，韓國呢運動長過度，也係講都係講你長過度來做利用嘅時間，全部會有一個退化嘅問題嚇。安用嘅時間，安用嘅用長做得嘟好啊。安樣東西千難講啦，嗬，就講。用嘅都適當，用嘅唔係適當。當然得3年每天重用啦，嗬。當然。韓國人生來佢嘅本身咩冇買強用，佢可能要到年紀用可能佢骨質嘅骨頭、骨質各方面生得當好。係。當然，就講冇一天講用嘅真係都適當。當然，大家亦冇重用。不過體質來講，就講像就。全世界國家大部分都講1禮拜運動來講，1禮拜最好有5年以上。一年呢30分鐘，像夾嘅行嘅長途。1年30分鐘。我較夾嘅行嘅長途，30分鐘以上，安是最好啦。每天講一多30分鐘，你做得10分鐘，夾嘅行，做10多嚟做，哎呀做，呢是最起碼啦。10分鐘，做10分鐘嘅一時間，你愛行下夾嘅位嗬，行多要10多以上，1年嘅時間，1年愛要10多以上，學10分鐘嘅時間行下夾嘅位，最好要60分鐘，1年愛行60分鐘，最好啦，嗬，尤其後生人，嗬，做18歲以下，嗬，最好有1點鐘最好。18歲以上，打球啦、做運動啦，也都應該都冇問題，咁做啊。每天啊，當到嘢，而家要當到嘢乜冇運動嘅一睇代啊。哎呀，係啦，嗬，又再講到呢，也個應該後生人來講啊，嗬，也可能上班下會變動年紀大嘅也朋友啊，嗬，行黑道有也個人講嘅也退化嘅問題啊，也係講人講接送去運動嘅時間。用到長高度嘅時間，就會有人講嘅也退化嘅種問題嘅，嗬。學講到樣啊，像也會有一種一個圖片嘅，嗬，就係你嘅龍骨，佢體體嘅一種講情形，然後佢嘅功能上落係用，然後請彭醫師來大家講下。哦，也就正常嘅啦，嗬。正常嘅就講，也就誒就冇問題嘅，嗬。也就有啲退化，講也有啲。哦，那看最蛋糕也知道，東方也知，嗬，聽你講嘅時間，就有一道嘅也個人講空啊嘅道啦，嗬。將也就要突出來，突出來有可能還是會多轉移，多轉移突出來因為係忙爛體，將也就已經爛體咧，已經爛體。也就係1、2、3天細節嘅爛體入邊。也就爛體咧，爛體對吧？爛體就會突出來，我因神經就啲啊對位咪，嗬，出來，所以就話壓到神經，有冇可能會壓到神經？係，已經壓迫到神經。你講要愛個爛體也對，嗬，就有可能也兩節就會像較合。兩節來講，佢嘅體力來講，佢會較細啲嘅，嗬，就變到較合嘅。哦，合嘅較嚴重啲嘅就會退化體，所以退化體就會像人長到骨內一樣啦，我會骨內。當然，有啲嘢冇到冇愛嘅嘢會攞嘅嚇，個同一體離開，某一天要突出來，也有可能骨內。哦，咁樣片嗬。古時呢，一下就看到一種圖片蛋糕咧，嗬，最蛋糕係那種正常嘅嗬，正常嘅一個龍骨，然後龍骨一節動昂啦，嗬，誒你就係佢嘅講椎間盤啦，嗬，也就係係講有乜嘅出問題嘅時間，就係印下來就做得講黑膠咧，嗬，就叫佢生出一個講骨嚟嘅，嗬，講軟骨嚟，也就。上來啦，嗬！你接送佢哋用嘅時間會生也嘅軟骨，因軟骨佢生到冇背也係上班下要生到地背嚟，嗬！佢生嘅一個萎縮太體温用嘅。壓住很多前面咪，嗬，都是啲壓片，嗬，壓前面也冇神經，所以當然唔會影響。壓到就可能會影響。腰骨要吸得到，因為腰骨也空氣較大啦，嗬。你到頸肩嘅地方，嗬，頸肩嘅片，頸肩嘅片就較細，所以也骨內就較會影響。哦，骨數都要看你生嘅。
味素係都奶，然後呢就味素冇高鐵去咧，嗬，一嚟蔬菜就會來生一個軟骨咧，嗬。即係講來你講到，也當然就係一隻規則退化嘅情形咧，嗬。你規則嘅兩骨來講啊，嗬，體體嗬要分做頭先講到要頸肩骨，還有咧胸脯嘅胸椎，腰骨，哦，那還有肩面中骨，還有肩椎哈，肩椎、面椎哈，哦，那頸肩來講，差唔多有7節啦，有7節，胸椎有12節啦，12節，腰椎就有5節，最會出問題嘅就頸肩臀腰骨。古說人家嘅規則嘅用骨來講啊，最會出問題嘅部分就係頸肩也位，韓國腰骨也位。所以來係最接上，較會疼到嘅，較會疼痛到嘅，就較會出問題。像腰骨來講，一個規則嘅身體嘅重量就會低到嘅咩？所以其實會較會用嘅。頸肩因為較細咩？都會頸肩啊用嘅。你講像帶頭嘅度嗬，就會從就係講有啲人啊，佢都做些時間按用幾年就按用頭輕輕嘅，頭輕輕嘅一做些你就完全冇去疼痛嘅時間，時間就也會退化，冇疼痛嘅一隻問題嘅，痛嘅太厲害，唔講像那樣嘅後仰嗬，轉好頸肩，也容易退化，痛太多也會退化，冇痛也會退化。韓國退化咧，唔係後生人，唔係老人家，老人嘅專利啦，也就係你冇好好來做一隻個保養嘅，然後就會有也問題咧，嗬。嗬，你講冇高鐵過後，會生人軟骨、腰骨啦，韓國頸肩骨，係會有按樣嘅一隻情形啦，嗬。另外呢，再過來就你規則嘅兩骨當中啊，嗬，最常講到嘅就係神經嘅問題，嗬。啲神經啊，嗬，係講有壓迫到嘅時節啦，聽講就也來痛啊，各方面就痛起來就真是嗬，會很唔甘嘅嗬。一講到也來痛啊，嗬，所以神經嘅問題，啲神經係上到奶，韓國呢樣會來影響到你嘅痛嘅感覺。普通來講，到鴉片咧，也都做得到，係先。好來，唔怕，你做用嘢就好嚟係。也個就有，就講也個嘅神經嗬，就啲也都會出來，因為來唔怕。嚇，神經就會啲也出來啦，嚇，出來，所以個神經就會，你像腰骨來講，就會腳會痛。係，腰骨係講一個神經壓迫到嘅時節就腳會痛，冇就會麻。係，腳會就會麻，剛開始痛，痛就會麻。係，會痹。講頸肩就豎，有得豎，有得會痛，會痹，會麻。係，係有可能。係樣學來也就係也下講到嘅嗬，一個樹呢會痹呢就係講到會麻麻痹痹，可能就係頸肩骨嘅問題。係講腳骨咯會有麻麻痹痹，會長牽連到幾隻腳啊，嗬，就可能會唔爽爽嘅時節，也就係腰骨嘅問題哦。所以呢，還有呢啲會相關嘅話題，加下添增個繼續來同大家講先，到入邊哦來聊下嚟。